1994年6月7日，咱国出现头一位有台湾身份证的中国新郎施景明，伫厦门冒事业，甲台湾的某结婚3年后，因为袂堪要相思的折磨啊，就放弃事业来台湾生活，为做线工送回到当时伫台北县永和市开一间珠宝行。施景明总算摕到台湾的身份证，卖使用台胞身份登去中国探亲。先回去看一下。是用台胞的身份咯？对，用台胞，回去就变成台胞。1997年6月7日是香港人民最后一摆集体悼念绿树天安门事件，因为27天后，香港主权就要移交中共。种种的迹象，显示了民主跟人权的倒退，我们是很担心，而且对这个一国两制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。这天，香港人民突破政府的禁区，将绿树各项字条插伫维多利亚公园，要求释放当年的民运人士。这座纪念碑嘛变成香港纪念绿树事件全新的精神堡垒。